好啦，咁嚟到2026年嘅8月23號，咁大家見到我上嗰個 post 啦，喺上個禮拜五出嘅，咁其實禮拜四我哋已經睇死阿里噶啦，咁又回復翻去嗰度播，咁解釋一下點解先嚇。第一點咧就係呢個頭肩底，即係換句話講，今年嘅農曆新年，當無數嘅香港 KOL 都認為個市會上3萬點嘅時候咧，我哋已經同大家講咗咧，頭肩頂咁啊落咗去底位，就做咗一個小型嘅頭肩底嘅，咁啊彈翻上去26,000點。咁其實我同大家講咗26,200同埋26,500就行人止步噶啦。咁嗱，大家都心裏有數，香港係根本一個咧係走向咧係衰敗嘅城市。咁大家知道失業率啦，咁而呢個公司嘅清盤咧，同埋呢個離開唔做生意咧，係喺2004年以嚟嘅新高啊！咁亦都大家知道啦，鄭秀文演唱會亦都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啦。又開9場，佢真係想創佢個心啊！佢已經淪為一個4流嘅歌手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當呢個墨西哥總統去接呢個咧係背心少年嘅機啦。咁大家知道啦，白金漢宮嘅 Blackpink。咁啊，當然唔少得世界第一首富呢一個黃仁勳，非常欣賞韓國女歌手華莎啦，人哋係世界級啦，就好似我哋啱啱睇呢個世界盃一樣，人哋係踢世界盃嘅。鄭秀文、容祖兒，無論你呢個古天樂都好，都係油尖旺呢啲咁嘅地區性嘅一啲係演藝人啦，係咪啊？唔係話踩佢哋，咁但係絕對就並非國際級嘅。咁所以大家留意翻，我上個禮拜四俾呢個資訊你係非常重要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你知道阿里巴巴既然必死，我哋用咗呢隻熊證啦，就係一個咧係58156啊，好清晰㗎，冇如果啊，係必定係睇淡嘅業績之後，咁亦都係嚟到今朝早嘅111蚊，咁啊當時127蚊好犀利，跌咗16蚊，咁亦都係呢個細節配股嘅呢個消息上高反映咗咧，呢個阿里巴巴已成廢股嘅。點解咧？多次要求高盛咧係用120蚊嘅，咁但係國際投資者都拒絕，即係換句話講，只係認為佢值100蚊到，勉強地俾下面就同你配啲啦。咁而且配嘅股數係多到800億啊！即係換句話講，多咗無數嘅股票，呢隻係一隻死股嚟㗎啦喎，嚟緊。咁當然拖累埋騰訊。如果你知道阿里巴巴必跌，咁當然拖累恒指啦。咁所以今朝恒指就落到呢個25,400，呢個第一。嗱，咁留意翻我哋俾你嗰啲指示嚇。嗱，嚟到呢個2026年，另外一點同大家講咗嘅咧，就係呢個 AI 世代咧，唔再容許咩持有一隻股票啊，又咩睇下點啊，2個月後回升嗰啲嘢啦，係必須即刻贏嘅。咁如果大家用咗我哋呢隻熊證58156咁啊，無往而不利啦。今日由呢個上個禮拜五嘅4個先升到今日8個先，升咗100%。咁另外嘅就係我同大家講咗，星期五當期指喺美市大升嘅時候咧，我已經話咗俾大家聽，個目標係26050。咁當然去到26063就反轉頭，我哋係有空期指㗎。咁留意翻呢一啲就係買賣啦。咁我呢度寫有另外啲咧，都講一講啦。7709喺上個禮拜係上翻42蚊啦，咁所以呢度係包括咗嘅。咁但係另外一個更加重要嘅消息咧，就係呢個資金已經轉向呢一個咧油啦，係咪？油我哋64133由6仙幾買去到8仙，咁另外今日嗰1857啊、386全部都升晒嘅。咁另外金我唔使講啦，1818呢隻29356今日升咗60成嘅，一開出嚟啊，咁啊非常之犀利啊，去到呢個100幾嘅，由120幾，咁呢個金亦都係繼續上28蚊，金價繼續升緊啦。而家就算喺呢個亞洲時段咧，都係去到4700蚊嘅。換句話講咧，香港又再進入一次咧一個咧死糊塗嘅時刻啦。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喺琴晚嘅呢個30歲財務自由星期五咧，佢就叫大家買入阿里巴巴119蚊，又話咩？如果跌穿啊，留意翻一點啦。技術派嘅朋友都應該留意翻我哋呢個 post 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冇咩平均線，冇咩指示位，佢一開就裂口啊，冇得俾你走。所以佢哋咩如果咧就止損係行唔通嘅，因為當一個市急跌嘅時候係輸到直嘅。咁而買入阿里巴巴亦都係證明咗用技術分析同埋呢個30歲財務自由話嗰幾日條線咧係廢嘅。咁亦都喺琴晚一陣間我哋做一個 post 嚟招呼佢啦，就話25,800有支持，甚至乎睇26,200，今日大跌600點，懵然不知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讀佢嘅課程，我即係戥你悲哀 ，I feel sorry for you。咁即係抌錢落海，唯獨我哋 BC Channel 喺上個禮拜四已經知道阿里巴巴係死路一條，騰訊都係，同香港都係一樣啊！咁大家都知道啦，破產數字維持喺高位，酒樓執笠，演唱會開唔成，咁啊當然亦都唔少得咧。大家知道啦，呢一個咧係新樓做媒係咪？全部都係假嘅嚟啊！千祈唔好相信呢啲樓價咧係回升，呢一班人全部都係戲子嚟嘅。咁就測試法預知升跌咧，喺度同大家講咧，2026年嚟到6月份，你開始要覺醒就係
買入香港嘅指數股只會令你全家破產，咁一定咧要買入美股咯喎嚇。嗱，資源股上高有好多嘅礦產啦，1208啦個8股記唔記得？我提供過俾大家咧，仍然都仲有4隻係大升嘅。如果你唔計匯豐同埋阿里我哋短炒過啦，咁1208啦，招金咧1811同埋呢一啲聯想啦、星源啦，係咪？我嗰8隻股票全部都係獲利嘅。咁就測試法預知升跌，今日受到呢一個咧258法則影響喺25,500樓下受壓嘅，咁但係指數就留翻俾 BC Member， 我同大家講咗㗎啦，金銀油全面大升，咁啊所以大家留意翻，得到我哋呢一個重要寶貴嘅消息就係阿里必死咧，就已經協助咗大家度過呢一個咧艱難嘅時刻，唔會受到30歲財務自由影響，有咩大事會上26,200啊，有咩119試買阿里巴巴，其實唔關阿里巴巴升跌嘅問題，研究香港嘅指數股都已經係 attitude 嘅問題 ，attitude 即係睇法嘅問題，佢仍然相信香港嘅股票會升翻，呢個咧只係痴人說夢，話香港走向衰落咧係肯定明確嘅，係眾所周知嘅，被世界資金唾棄咧，亦都係大家清楚明白嘅。大家都回顧翻中東騙子呢個王子都唔制啊，你叫佢使1毫子佢都即刻走佬，咁曾經亦都係荒謬到咧，希望俄羅斯、越南同埋呢個咩烏茲別克定哈薩克咧嚟買香港嘅股票，可以講問和尚借疏啊！咁啊，美國唔嚟，日本唔嚟，英國、歐洲資金唔嚟，香港係死水一潭，走向絕路。